知道香港站嘅 HYROX 嚟緊就喺7月份咧就會開始㗎啦，相信大家都準備得如火如荼。喺我哋診所亦都有唔少嘅客人為咗準備呢個比賽咧，已經將佢哋嘅訓練量提高啦。例如將佢哋跑步嘅速度咧增加啦，同埋不停做一啲跳躍嘅動作，希望加強佢哋嘅爆發力，爭取好成績。其實呢兩個運動咧對我哋小腿嘅肌力啦，同埋阿基里斯筋腱咧嘅要求係相當之大嘅。咁如果大家嘅 progression of 呢個訓練咧太心急嘅話咧，係好容易整親我哋小腿啦，同埋咧令到我哋阿基里斯筋腱咧會有勞損，出現痛症嘅問題。環顧翻 HYROX 咧8個 event 裏邊啦，有2個動作 leg push burpees jump 咧，對我哋小腿嘅肌力同埋我哋腳腕嘅要求咧係比較高嘅。因為呢2個動作咧有重複性嘅跳躍啦，以及推進嘅動作，咁所以大家喺訓練同埋準備 HYROX 嘅時候咧，千祈就唔好淨係做一啲跳躍性嘅爆發力運動，應該咧要加翻一啲重量嘅訓練喺我哋小腿裏邊，去鞏固翻我哋筋腱嘅韌性，去應付翻個比賽。如果大家喺訓練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出現痛症嘅話，就記得千祈唔好死頂，應該要盡快求診。如果唔係咧，訓練嘅時候咧個痛症有機會加劇，影響大家比賽嘅表現。如果大家都有以上嘅問題咧，歡迎向我哋查詢。